块，你4块半啊！肉粽人家7块半，你买4块，侪是半价。对好，肉粽弄个4只吧。一家人都新品啊！新品啊！以前我记得来了搿分包现在粽子，不改，今次一个2日开始新品啊，侪是。那个三毛几钿，三毛2块半一个，人家馒头店向3块半，你2块半。而且难会讲个，那喉咙也是嗨，应该适的。那个三毛帮我弄5只，好的。鸡呢？你们黄鱼鸡50块钿一只，现在买一只鸡3个月6、7十，现在3熟只只有50块钿一只。搿么一家弄1只吧，上好的好的。天虽然蛮冷，别个黄高浪来落街个人气还是蛮嗨。而且那个喉咙天天这样嗨，哎呀饿脱个就。不会改，喉咙天生改。可以，尝到再来买啊。2块5毛钱。么子冒海，黄高浪新饭店吃斋饭，6块2只鲜馄饨，虎门黄高个么子确实不贵。今朝好鸡汤，哎呀光呢！哇，香喷喷！刚子不是还可以汤呢？我在浪向大风大浪天帮你冒出来了。哦，是的啦。哎呀，光呢，一大口。还是蛮嫩的。那个鸡毛个人蛮多的。你猜猜看，几钿一张70块。 ？50块。搿2日天气硬不大，拎只鸡拨你尝尝。